芒市係雲南西邊嘅一個城市，係全國唯一一個用單字做名嘅城市。傣族係呢邊人最多嘅少數民族，所以城市嘅主要建築都會體現傣族嘅特色。我特別中意呢條路，兩邊嘅椰子樹將視覺拉到好高，成條路顯得又高又長。芒市聚集咗好多村寨，而呢條村估計係比較有錢嘅一條村。你睇下個牌坊同裏邊嘅轉房、龍庭幾靚。佢哋啲屋都好大間，有啲一層，有啲兩層，一般都有一個好大嘅院，真係令人羨慕。呢度係另外一條村嘅牌坊，冇對比，冇傷害。芒市人對我哋所講嘅粉有好執着嘅區分，每間早餐都有7-8種唔同嘅粉，叫法亦都各有唔同，而口感呢，的確係每一種都有啲唔同嘅。喺芒市住嘅呢個星期，最幸福嘅事係每日朝早都可以食到一碗鮮牛肉粉，而最糾結嘅事係唔知食邊種粉。飲料係呢邊嘅一大特色，各種香料，各種醬。而最特別嘅係呢啲好似一支支樹幹咁嘅嘢，佢叫胡椒根，有一種好特別嘅味道。用把刀將佢嘅表皮刮出皮屑，灑喺啲粉上面，成碗粉即刻香味提升。如果你中意食泰國菜，我相信你都會中意胡椒根嘅味道。呢個星期我每朝都要食一碗鮮牛肉粉，雖然連續食咗7日，但係一啲都唔覺得厭。呢碗粉真係秒殺我食過所有嘅粉。手抓飯都係傣族嘅特色，今次喺芒市食嘅手抓飯比上次喺板納食嘅好食好多。呢個係堅果薩撇，即係用夏威夷果打成汁，加埋茴香撈埋一齊，去飲啲涼菜食。呢邊盛產夏威夷果，呢啲就係啦。夏威夷果一般喺秋天嘅時候成熟。呢啲係一種花，生嘅時候係咁樣嘅。這是白花嗎？稀豆粉用好濃嘅豆漿撈粉，自己再配上各種嘅香料。呢邊都有種咖啡，不過就唔夠萬年同寶山出名。呢間咖啡廳開喺一片農田裏邊，喺種滿稻穀或者粟米嘅時候，應該會仲靚啲。精釀啤酒都係呢邊嘅特色，我試咗咖啡味同鮮花味，都唔錯。喺芒市好適合開電動雞，無論係喺市區抑或係喺附近嘅郊外。我第一次開電動雞行山路，翻過一座山，大概5公里，去到一個茶園。清明前茶已經摘完一輪啦，所以茶農喺度修剪緊茶樹。但係其實好多茶樹上面都仲有好多軟，咁就唔要，好似有啲可惜。既然佢哋唔要，咁我就要少少啦。好淡嘅清香。但係呢邊其實最出名嘅係酸茶，主要係佢嘅發酵工藝比較特別。屬於國家第2批非遺，我都買咗少少做留念，聞起身的確有啲酸味。喺芒市嘅街市，各種唔知叫咩名嘅嘢，